竟然发现播放清单大小超过上限，播放清单大小超过上限是在做这个了，学生参考资源这个，学生参考资源这个，学生参考资源这个哦，5000部影片了，上限是5000部影片了，有没有看到学生参考资源？上限5000，上限5000部影片，那怎么知道呢？要从那个 YouTube 的工作室 Studio 啊。不是从频道去看，要从工作室 YouTube Studio，然后那个工作室进去要怎么找到内容？现在就是在内容了，你看你下面四项选项第二个内容红色的，现在已经进入内容，然后再找右上方播放清单，右上方播放清单按进去，播放清单按进去再找学生参考资源，学生参考资源你有没有看到？5000部了哦，你看学生参考资源的影片数已经达到5000部，那是上限了，播放清单的上限就5000部啊。那参考左右边影片数量，左边是观看次数，观看次数才112，那么少。